歡迎嚟到直播間，呢度係吉利銀行宏富吉盛嘅 4S 店。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先同主播傾下偈先喎，先同主播傾下偈先。歡迎嚟到直播間嗰多位。早上好啊！今日主播係咪比琴日又靚咗先？今天嘅主播係咪比昨天更加靚女？未關注我可以先點個關注，未關注我嘅可以點點關注。今日嘅主播係咪比昨天更靚女？今日嘅主播係咪比昨天更靚女？大家講聲。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先，先點點關注先。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個點點關注，關注識唔識點？點關注，點關注，點關注，點關注。我先自我介紹下啦。我呢度係吉利銀行宏富吉盛嘅 4S 店，而我呢就呢間 4S 店嘅頭牌靚女主播，我叫小芳芳，亦都係宏富市廣東宏富市嘅顏值主播代表。無論身材外貌顏值都係喺宏富市呢一個。所以你未關注我，先點個關注先，先點個關注先。你好啊，屎花，冇錯，我就係屎花。早上好，阿儀式，阿儀式，早上好。今日嘅屎花係咪又靚咗先？係咪又靚女咗先？係咪又靚女咗先？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點關注先，可以先點個關注，關注識唔識點？點關注，好靚好甜，對主播呢就係咁靚咁甜。未關注我先點點關注先，先點點關注先。你好迷人哦，寶寶，對，非常之迷人，極之迷人嘅，所以你必須要點關注，關注我。點頭像嗰度關注我。如果你想了解我身後面呢個四個撚嘅東西，四個撚嘅東西，想了解呢啲四個撚嘅東西嘅呢個私信我，發信息俾我，後台發信息俾我問，留呢個號碼俾我，仲可以獲得我贈送俾你咁多嘅好處，有咁多好處喎，就係留呢個俾我，點頭像私信我，想了解呢啲東西嘅私信我問問。女神方 hello， 睇咩快點關注我。你說的是什麼語言？請說普通話。因為直播間只可以說一種語言，我說咗廣東話就不可以再說普通話，所以我只能夠說廣東話，知唔知道？主播有男朋友未？今日未有，今日未有，可以自己揀語言，係可以嘅，可以嘅，但係你直播間只可以說一種語言，直播間只可以說一種語言，你可以講新疆啊，或者蒙古啊，或者東北話都可以。或者係閩南話都得，廣東話亦得，但係只可以講一種，唔可以混雜一齊講。我唔可以講廣東話又講國語咁樣，唔可以混合一齊講，聽不懂冇辦法啦。你睇我可以嗎？我點睇？我睇到你4隻字啫，我就係心想事成啫。我點睇你先？你想我睇到你，你過嚟呢間店揾我。
過嚟我呢間店揾我哋間店嘅地址呢，就係廣東省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嘅吉利銀河雲浮吉盛4兒子店就喺呢度。嗱，地址講咗俾你啦，你幾時過嚟俾我睇睇你得唔得先？雲浮話點講就咪雲浮話咯。又嚟吉芳芳，芳芳唔係攞嚟，芳芳係攞嚟，攞嚟錫嘅，攞嚟照顧嘅，攞嚟捧喺手心嘅，唔係攞嚟呢啲咁。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知唔知我呢度係邊度？知唔知我係邊個？知唔知我呢度係邊度？知不知道我是誰？嗱，直播間嘅人，如果唔知道我係邊個話，我同你介紹下，我就係廣東雲浮市嘅市花，亦都係呢個市嘅顏值主播代表，無論身材、外貌、顏值都係呢一個，所以你必須關注一下我。關注一下我先點我關注先。嗱，另外如果你想了解我身後面呢啲4個人嘅吉利東西，我哋呢度係吉利銀河，想了解呢4個人嘅東西，你可以點頭像私信問我，點頭像私信問我，我安排我嘅助手俾好處俾優惠你，熱到爆炸。我今日係咪比琴日有靚女咗先？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加靚女？我今日係咪比琴日更加靚女先？嗱，係嘅話，大家喺公屏上面打出嚟講，主播好靚，主播身材好，主播我好中意，講多啲下呢啲話。你話咩都話係。你仲差緊我500萬喎，係唔係真嘅先？你講，你話我講咩你都話係。嗱，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點關注啦？覺得我今日嘅打扮好唔好先？比琴日嘅服務員裝扮好睇得多啦，係咪先？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主播嘅點個關注先，識唔識關注主播？靚對，當然靚啦，主播當然靚啦。嚟到直播間度未關注我點關注？想睇我身後面呢個4個人嘅東西，想睇我哋嘅4個人嘅東西，你可以先私信我問問先，因為我直播間冇上小風車，不可以講呢啲，不可以說這些。我喺直播間唔可以介紹呢啲客，唔可以介紹呢啲，因為冇上時風車，所以請你見諒。想問想了解嘅話呢，點頭像私信問我就可以啦。點頭像私信問我，你主播有幾靚先？主播有幾靚先？靚成點先？除咗靚爆鏡之外，仲有冇其他形容詞？形容一下。我今天早上一出嚟直播，我就希望我要沉溺喺粉絲嘅一聲聲讚美聲之中，可唔可以俾到我？我要沉溺喺粉絲嘅一聲聲讚美聲之中，170，燙翻個大波浪。考慮下。你係靚女，你話夠石頭，自己夠石頭自己碌上山去，夠石頭自己碌上山。
舊石頭係唔會自己碌上山噶，但係主播生得咁靚係真噶。點樣可以得到我？好簡單，好簡單，過嚟整一部吉利銀河200俾我，整一部吉利銀河200送俾我，就可以得到主播成功溝到主播，成功追到主播下，整一台吉利銀河200送俾我，好簡單嘅啫。嗱，點個頭像關注一下先，然之後咧先信我，留呢個俾我，留這個俾我，然之後過嚟我哋呢一個地方度整一台200，整一台200俾我。主播係咪姓周？錯，不是，不是 ，no no no， 不是不是。你見過我好多次啦，你喺邊度見過我先？你喺邊度見過我？人生過客。周慧敏，我似，但係我唔係周慧敏，但我非常開心你同我講我似周慧敏。揾唔揾上門女婿係不勞，唔揾，唔揾，外省嘅都唔揾，講普通話嘅唔揾，外省嘅唔揾。主播姓陳，你係想叫我陳小姐係咪先？你係咪想叫我陳小姐先？想知道係唔係嘅話，呢個係留呢個俾我，留呢個俾我，可以加個綠泡泡。你知唔知綠泡泡係咩？留呢個俾我，加個綠泡泡，你就知我叫咩名啦？清遠，清遠嗰度睇咧係咪講白話嘅先？我媽話唔可以揾講普通話嘅，唔可以出省嘅，要本地。你係不老，為咗得到我依家學緊粵語，快啲啦！嗱，其實所有條件都可以通過超能力去改變，超能力呢個能力。咁揾運城區嘅先，呢度好似冇運城區嘅人吧？23個，方方妹妹。清遠梗係講白話啦。其實清遠我唔知，因為我只係去過一次，所以我唔知道講咩話。同清遠又冇咩交流，所謂都唔知係講咩話。但係你講白話都可以，但係最重要睇我同你之間有冇緣分，有冇緣分先。揾上門女婿你唔出晒，至少你要整一台200俾我先，至少你整一台200，識唔識200？吉利銀河200最高配我，你整一台俾我，送俾我，就可以成功追到主播，好簡單嘅啫。嗱，如果係想知道吉利銀河200呢個呢，就想私信我問我安排我嘅助手發俾你將廠家嘅呢個信息發翻俾你，你就知道噶啦。我呢個直播間冇上時風車，冇上時風車，所以我不可以說呢啲信息，不可以講呢啲信息，包括4個人嘅信息，所有信息我都不可以講。嗱，如果你想了解嘅話，點頭像發信息私信我。私信我識唔識？私信我，私信我，私信我咧就可以獲得你想要嘅信息啦。我亦都會安排我小助手去聯繫你嘅，識做啦。今天呢個穿搭有啲老氣，一啲人話好睇，一啲人話老氣，咁點着先？我冇可能我衣着滿足晒所有人嘅
嘅喜好噶嘛。我好中意你100萬版，你取翻屋企去，可以？你先俾一先，你先俾咗先。我講可以噶啦，你即俾啦，過嚟我哋間店揾我咯，即俾即到。嗱，你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可以先點個關注先。100蚊冇問題，100蚊好大問題，嚴重不足。打車嚟你都唔知道到唔到得到我哋嘅呢間店，打車都唔夠錢㗎。你後空翻劈餐，因為你唔係 VIP，所以冇得睇。後空翻劈餐，你不是 VIP， 你冇得睇。俾咗100萬。發現人哋有鎖匙，嗱，呢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啦，係冇鎖匙，鎖匙只有一條，唔會有其他鎖匙。喺邊開通 VIP？ 過嚟我哋呢度，我幫你現場開通。過嚟，我哋間店我幫你現場開通 VIP。蚊同萬唔係同音咩？唔係，1蚊就1蚊，1萬就1萬，唔同音嘅。嗱，嚟到直播間，多謝你關注，未關注我嘅一定要點個關注先，關注識唔識點？點關注，點頭像，關注我，關注主播，因為我呢就係呢個粵西地區廣東雲浮嘅市花，亦都係顏值主播嘅代表，無論身材外貌都係非常之呢個嘅，所以你關注我，先關注我先，聽唔出區別，你都好犀利噶啦，可以聽得出我講嘅話。越南話不是越南話，是廣東話。廣東話未關注點關注，關注點關注。cut 咗個直播間。白話對白話分360期得唔得？唔得，一次性冇得分期。要俾我一次性，屎花你都咁講，我就係屎花，呢個係事實。好似我咁靚嘅主播，你去邊度揾我先可以揾浮試啊？係咪嗱？咁靚嘅主播，你去邊度揾我先？揾唔到啊，咁難得，所以我作為雲浮試嘅屎花，當之無愧，當之無愧。你好中意粵語嘅，做夢都想揾個廣東嘅女仔教你粵語。嗱，阿海樂，我唔可以帶你睇樂色，唔可以睇，因為我直播間冇上時風車，唔可以介紹呢個4個撚嘅東西。凡係所有4個撚嘅東西，我都唔可以介紹，唔可以講。如果想了解嘅話，你可以過嚟我哋間店自己去望，或者點私信我去問，私信我問，我直播間唔可以講，不可以説，不可以説。嗱，直播間其他人如果你哋想了解呢個4個撚嘅東西，呢個叫4個撚嘅東西，你哋如果想了解嘅話呢，就點頭像私信我，發信息俾我，我安排我嘅助手同你講，我有小助手嘅，我安排小助手同你講，因為我喺直播間冇上小風車，不可以説，不可以説，所以我只能夠私信同你講。嗱，呢啲就係4個撚嘅東西啦。如果你想了解嘅話呢，就哇咁靚啊！想了解嘅話呢，就私信我。我將佢嘅信息發俾你，仲有好處俾到你，就係留呢個號碼俾我，識唔識先？這個號碼，你話係咪係咯？呢個怪好看的，
吉利啊！正確一點點，可不可以正常一啲咯？你哋究竟講什麼？嗱，我同你講，鎖匙只有一條，鎖匙只有一條。你送得一台吉利銀河 E8俾我咧，鎖匙只有一條配俾你。點關注，點關注先啦，點關注，識唔識點關注先？直播間上面點頭像，點關注我，點頭像，點關注我，點頭像可以點關注我嘅。如果你係想了解呢啲信息，想了解呢啲信息，可以私信問問我，私信問問我。我哋呢度咧係吉利銀河雲浮吉盛嘅4兒子店，喺廣東省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嘅吉利銀河雲浮吉盛4兒子店。點關注，點頭像上面有關注噶，關注我。說普通話，普通話咧就不可以說，我直播間不可以說普通話，因為只可以講一種語言，要麼講粵語，要麼說國語。我選擇咗粵語，就不可以再講國語，不可以兩種語言同時使用，係不可以的，大家注意咯喎。點頭像關注啊，點抖音上面嗰個頭像，點個頭像嗰度吉利嗰個頭像嗰個標誌關注我。嗱，呢個4個撚嘅東西咧就係白色嘅外觀啊，呢個4個撚嘅東西就係白色嘅外觀。如果你想了解佢嘅話咧，私信我發信息啊，點頭像發信息私信我，識唔識私信我先？私信我去問下。嗱，所有信息我都唔可以喺直播間講，我都不可以在直播間說，但係我會後台私信發翻俾你嘅。嗱，你想問嘅所有信息，我都會通過私信話翻俾你知，包括廠家嘅呢個信息。可以加主播個人抖音啊？你講呢？你話呢？點關注啦？點關注先啦？你而家準備收玉米，仲缺個人，我幫唔到你喎，我唔識收玉米喎。嗱，你收到可以送俾我，送玉米過嚟俾我。今天嘅主播係咪比昨天更靚女先？今天我係咪比昨天更靚女？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可以先點個關注先，得唔得？點關注先。唔
未關注我嘅可以點關注嗱。如果你係想睇呢啲信息嘅，可以發信息問一問我，發私信問一問我。如果想了解呢個4個人嘅信息嘅話㗎。主播係非常之靚嘅，你哋要相信。我作為雲浮士嘅師傅係唔會呃你哋。你哋如果唔相信主播係咁靚嘅話，可以過嚟414電揾我。現場望一望真人係咁高就咁高。主播1米71嘅直身高，非常之好，非常之高。你哋唔信嘅可以過嚟414電揾我望一望，睇你真人係咪咁樣。關注我係唔可以拖走嘅，關注我可以日日刷到我，抖音上面可以刷到我，可以刷到主播。能不能說普通話？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只可說一種語言，我直播間只可說廣東話，不可以，暫時不可以說普通話，非常抱歉。你個朱敏姐，喺嗰邊，自己過去揾佢，喺嗰邊直播。你唔信嘅話，你冇辦法㗎。嗱，你可以咁樣，我教你一樣嘢。抖音上面搜索雲浮直播，係雲浮直播，搜索呢個，你就會發覺整個雲浮市一流量觀在線觀眾冇我高，第二人冇我好睇，冇我靚，你就會發覺整個雲浮市都係我呢一個，無論直播間嘅人數定係我嘅外觀外貌都係呢一個，你就會發現整個雲浮市都係我為代表。唔信你去搜搜。多謝小藝藝送出嘅小心心。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我關注先，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如果想了解呢個4個人嘅東西，想了解呢4個人嘅東西咧，可以私信問問我，私信問我識唔識先，私信問點私信下，不可以在直播間說，我亦都唔會喺直播間回答你，但你可以私信問問我。嗱，咁你喺直播間度睇住我咯，睇住我會時不時行去前面嘅，我會時不時行去前面，到時你就可以睇到啦。這句聽懂點關注嘛？點關注可以聽懂嘅。嚟到直播間未關注可以點關注。嗱，我哋呢度咧係吉利銀河雲浮吉盛嘅4字店，喺雲浮市呢邊。如果你都係雲浮市嘅朋友，可以過嚟揾我，識唔識過嚟揾我先？雲浮市嘅朋友喎。公司抖音號不關注啦，我日日都用呢個直播，我每天都用呢個直播，點解你唔關注先？有冇翻譯下？冇翻譯呢度。A7 未嚟，點關注我私信俾你，點關注發私信俾我，我話信息俾你。我唔會回答你任何信息，我不會回答你任何信息，你自己去私信問，你自己私信問。你自己去私信發信息俾我，點頭像嗰度有個後台有得發信息嘅，私發信息嘅可以發俾我去問。但係你喺直播間問任何東西，我都唔會回答你。所有4個人嘅東西，呢4個人嘅東西我都唔會回覆你嘅。
主播妹妹說哪裏話聽不懂廣東話，呢度係廣東，這裏是廣東省。帶你睇睇寶來掂唔掂啊？未叫寶來啊？未聽過，我真係未聽過，我唔知啊，未叫寶來。廣東啊，叫你靚仔，你叫我靚女先，你叫我靚女先，我啊真係靚女啦。你靚唔靚仔我唔知道，但係我啊真係靚女。我都同你講咗，我唔知道咩叫寶來，我唔知道，唔清楚，冇聽過，咁我點帶你去睇咯？叫你靚仔，咁你叫我靚女先，你叫我靚女先得唔得先？你叫我靚女先。嗱，直播間嗰個每當咩嚟住嗰個，我真係未聽過，我唔知點答你，我未聽過。嗱，直播間未關注我嘅可以點個關注先，未關注我嘅可以點個關注。如果你想了解呢啲4個人嘅信息，可以私信問問我，私信識唔識？私信問一問識唔識？我哋呢度唔可以嘅。點關注先啦，點關注先啦，聽唔懂點關注先啦。聽唔懂嘅話，可以先點關注先，點關注，識唔識點關注先？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啊！呢度係邊度咧？呢度係北迴歸線嘅地方，北迴歸線經過我哋呢個地方嘅，知唔知道呢度係邊度？係廣東雲浮市北迴歸線經過嘅地方，所以你知道我哋呢度係邊度啦？而再好嘅天花板有需要吊頂。用咁嘅形容詞去讚美主播靚咯喎。嗱，講多啲啦，大家嗱成20幾個人，一人一句，一人一句講主播好靚，主播身材好好，講下呢啲話。我作為雲浮市嘅市花，亦都非常之中意聽到你所講嘅説話。聽不懂走了，唔好走，不要走，不要走，點關注先？點關注？聽不懂就睇我直播可唔可以？看我直播，看我直播。聽不懂就看我直播。看字懂不懂？看。要說普通話，直播間不可以說，我不可以說普通話，算啦。嗱，直播間有人講啦，聽不懂點關注下，點關注先。睇公屏，大家睇公屏。
我嘅粵語唔係散裝啊，我的粵語不是散裝。嗱，大家睇下公屏上面講嘅，嗱，睇下公屏上面所講嘅説話。我不會說普通話，我會說。我普通話係過一級嘅，我普通話係有證書嘅，我普通話考試是有證書的。我英語過4級，普通話過1級。我精通多種語言。我曾經做過外貿嘅客服，講英文嗰種客服。原來這個才是主播抖音號。多說愛他，他會不會更開心？會。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識唔識點關注？點關注先。如果你想了解我身後面呢啲4個撚嘅東西，可以先私信問一問我，點私信下留呢個俾我，我安排我嘅助手將好處啊，將廠家俾嘅呢啲信息啊發俾你，話你知先嚇。先問問我先，想了解嘅話先問問我，一定係有好處嘅，一定有好處，有你好處啊！直播間有冇未關注我嘅先？未關注可以點關注喎。宏浮白話多少帶點口音。招助手嗎？你過去當我助手，唔招。我已經有小助手啦，我唔招助手，我已經有小助手咯喎。宏浮嘅主播特別好睇，表揚。對，我就係宏浮市顏值主播嘅代表，我叫小芳芳。顏值主播嘅代表啦，就係我啦，我叫小芳芳。未關注我點個關注先。我亦都係宏浮市嘅市花，以前讀書嗰時咧就係校花。再招多個唔得啊，唔得。嗱，我嘅助手都係女嘅，異性嘅唔考慮啦。點解同肇慶話咁似？因為宏浮同肇慶係連緊嘅兩個城市，以前宏浮市係同屬於肇慶市嘅一個縣，所以宏浮話同肇慶話係一模一樣。榜一是你嗎？我冇講過，榜一是我冇講過，自己去睇係咪？嗱，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可唔可以先點個關注先？如果你想了解呢4個人嘅信息，呢啲4個人信息可以私信問我，識唔識私信問？私信。呢度係吉利銀河宏浮吉盛嘅4兒子添。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可唔可以點個關注先？直播間嘅人可唔可以點個關注先？
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可以點個關注先，可唔可以點個關注先？有冇人想了解我，或者了解我身後面嘅四個撚嘅東西？冇錯，你好啊，阿小陳你好，朱文唔見咗隻蟹，去游你，阿朱文去玩，佢竟然唔見咗隻蟹，朱文啊，等下我落播過去望一望先，等下我過去落播望一望先。阿展豪早晨，阿展豪早晨，坐上去睇，唔好，你自己過嚟坐啦。呢套係白色嘅，呢個係白色嘅。我唔識答你哋，我不會説了，我不懂得怎麼回覆你。嗱，喺直播間度未關注我，點關注先啦？點關注先，可唔可以點個關注先？嗱，嚟到直播間你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嗱，今日嘅主播有冇比昨天更加靚女？今天嘅主播比唔比昨天靚？嗱，主播呢就冇開過美顏特效啦，冇開過瘦身，亦都冇開過拉長腿，亦都冇開過美顏特效。生得咁靚就係咁靚，唔需要美顏。一句聽不懂不重要，聽不懂不重要，點關注？關注先，點關注先？點個關注先咯。嗱，你直播間，如果你想了解呢個四個撚嘅東西啊，可以私信問我，私信問下，不如在直播間說，我話俾你知，我哋呢度有咩四個撚東西啦。E5、L6、L7、E8、星源、星藍七、熊貓、星耀八，都有喺度。想了解嘅話，私信問下，私信問，點頭像發信息俾我，私信我哋慢慢傾，私信。拉風的小老虎啊，私信問，你問呢個信息要私信問我，私信問，點頭像關注，私信問我，識唔識？後台發信息俾我，私信問。我不可以說普通話，講錯好多次啦，不可以說普通話，因為抖音不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語言，要麼講國語，要麼講廣東話，只可以講一種。聽不懂，學又學不會。嗱，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先點個關注先啦。如果你想了解我身後面嘅四個撚嘅信息咧，就私信問我，私信問。廣西嗰度咧，就唔好同我講，我呢度係廣東嘅，唔係廣西噶。我這裏是廣東，不是廣西，不是廣西，是廣東，冇搞錯。廣東啊，有冇聽清楚？
點關注，點關注，聽不懂，點關注，識唔識點關注？點關注，點關注先，你點個關注先，我再同你講，你點個關注先。嗱，如果你係想問主播信息嘅，想追主播嘅，可以大膽啲喺公屏上面講出嚟，講主播好靚，講主播身材好好，講好中意主播，講主播實在太靚，講多啲呢啲話出嚟俾主播聽下先。彩禮幾多？嗱，呢個要問我媽啦，呢個要問我媽，我自己都唔知。嗱，可以先留個呢個號碼俾我先，點小風車私信留呢個號碼俾我，留咗呢個號碼嘅都可以獲得主播安排嘅5個好處俾你過嚟睇呢啲4個人嘅信息。主播不要錢免費。你覺得呢？我咁靚，你覺得係咪免費啊？嗱，我咁靚，作為顏值主播嘅代表，我咁靚，你覺得係咪免費先？係冇可能免費㗎。廣東省何時不教普通話的嘛？教，但係我哋本土係講粵語，本土講粵語，學校可以教普通話，但係我哋可以唔講，就好似學校教英文。但係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唔會講英文，就好似教我哋普通話，人與人之間交流，我哋係唔會講普通話，只會講本地嘅語言。嗱，我哋呢度係4S 店嚟嘅喎，係4S 店嚟嘅喎，4S 店啊，冇搞錯啊！嗱，仲有邊個未關注我先？仲有直播間係邊個未關注我先？廣東教普通話主播學廢咗，啱聽，應該是係點關注先？點關注先？反正你們都聽得懂，我說的是正規書面語言，我說的是正規書面語言，一般情況下你們都能聽得懂。唔准講急口令，不要說急口令俾我知。點關注先啦，點關注先啦，你哋先關注下主播先，可唔可以關注下主播先？由99個關注咁多咁誇張，由99個信息誇張到99個信息，溫樂，睇你點做先，我唔識覆啊。點關注先啦，點關注先啦。廣東話我中意你，我咪講咗咯。廣東話我中意你，我講咗啦。豬豬又學我冇喎，我冇啊，冇學錯喎，我係好正規嘅喎。粗口我係唔會講嘅，喺直播間唔會講。還是廣州地鐵上面嘅粵語標準係對廣州地鐵嘅語言係廣州話，佢哋嗰邊係廣州話。我呢個粵語都係非常之標準嘅喎，我講得係非常之標準喎，大家聽到未？
我係有證書嘅喎，無論普通話英語我都有證書，我講嘅係非常之標準。去找主播要注意什麼？首先要注意有冇緣分先，我哋大家有冇緣分要注意嘅係呢一個先。冇你標準。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啦。可以點個關注先啊！如果你哋唔中意睇呢四個人嘅信息，呢啲就係四個人信息。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關注我，可以問一問我，私信問四個人嘅信息，我會將廠家嘅呢啲信息發俾你。廠家嘅呢啲信息我會發俾你噶啦，真係有你好處，信我冇錯嘅。信主播留呢個號碼俾主播，私信我留自己個號碼俾我，可唔可以？等你發材料，把主播攞低，聽得明就得啦，一定要廣州音先得乜？唔使，冇錯，聽得明就可以啦。呢度冇啊，你呢度冇啊，冇2300啊。係長得好可愛，好清神。你睇睇我係咪好清神先？係咪好可愛先？主播係長得好睇，聽起來非常之費勁。叫聲靚仔唔難，靚仔，你哋中唔中意睇主播先？中意睇點個關注先，靚仔們，靚仔點關注，靚仔點關注，靚仔。如果你中意睇四個人嘅東西嘅話，私信我得唔得？靚仔。叫靚女啦，你叫我靚女，到你叫我靚女咯，叫大家叫靚女。我唔識講啦。講嘢正常啲可唔可以先？講嘢正常啲可唔可以先？對，今日主播係好靚女嘅。去，好靚女。有冇人未關注我先？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想了解呢啲東西嘅話，可以私信問我。私信識唔識？私信問。主播要用自己的號播。冇。主播係靚女喎，難道我唔靚女嗎？好通年，你唔使忍住揞住你嘅良心講啦。講真實嘅話，主播的確係靚。你依家揞住良心講，你良心過唔過意得去先？
但係我俾多一次機會你哋喺直播間講我靚。如果再講我唔靚嘅話，我即刻落播，我即刻落播㗎。你真係講唔靚，我即刻落播㗎，我唔播㗎啦。主播好小氣㗎，我好小氣㗎。你講我即刻落播。取你多少彩力？咁多個彩力，咁多個彩力。多謝萬豪，多謝爵士白呢個賣食菜嘅老闆，多謝你嘅分享直播，多謝你嘅小心心。20啊，20個 W。我唔去飯堂啦，我同你哋講多次，快啲講主播靚唔靚，我即刻落播啦！快點說主播靚，快點說主播靚。嗱，未關注我點關注啦？未關注識唔識點關注先？點關注先？點關注？點關注？如果係想了解主播話，想了解我身後面嘅4個嘅東西咧，先信我去問，想了解4個。其實我都你覺得合唔合理先做我哋生意。嗱，如果你係問你會不會跑去廣東買一台車？你會唔會？肯定唔會。主要係為廣東人叫聲表，叫你表哥先，叫你做表姐唔得嗎？對吧？芳芳真漂亮。因為老闆上海又冇理由跑到廣東去買台車，係咪先？上海過嚟呢度都要幾百蚊啦，開車上去油費都成幾百1000蚊啦，包括高速費，係咪先啊？何以峰，多謝，我最中意聽這種說話啦，我最中意聽呢啲說話，最中意聽這種說話。羅定唔係，你覺得我係羅定口音嗎？你係咪覺得？因為我屋企有嘅人就係羅定嘅，我唔知道你係咪聽得就係羅定口音。有翻譯。嗱，我一邊打一邊講翻譯啦。主播不可以說普通話，抖音不允許兩種語言直播。嗱，成日都話羅定怪，真係個個嗱，講主播好靚，快啲講主播好靚，講讚美主播，大家快啲講。
唔係推唔推廣問題，抖音不允許我說普通話，知唔知道？抖音不允許。嗱，只能說一種語言，直播今日呢一個陣，我仲虧緊啊！虧緊啊，老闆，講普通話唔可以，呢度只能說一種語言，係崇州嘅，呢個係廣東啊，不是越南，不是越南，可以點歌嗎？我講啦，聽我講啦，寶貝，你說的我聽不懂，看一下來，不可以說唔可以講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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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播間小風車不可以說車。如果你想了解，點頭像關注我，然後私信發信息俾我。點頭像發私信去問我呢啲信息啊，4個人嘅信息，你去發私信問我呢啲信息啊，我將廠就係私信問我，私信問我，私信全部私信問呢啲4個人嘅信息。今日又換風格，正宗雷州半島粵語話，正宗廣東話今日又換風格。你未見過我着這種衣服咩？你未見過我着這種衣服咩？廣東話都要我說急口令，直播間點解個個都聽到我說？等陣先。就是中文，我說的就是中文。知道你是廣東的，點係點係邊度？你睇睇你哋公屏講咩？認真啲，認真講。主播好靚，主播新講太吸引人了。住先，點關注，點下讚，點關注。如果你想了解我哋呢啲4個人，想了解這些嘅話，私信我，私信發信息俾我，識唔識發？驗證不了點能說普通話嗎？可以說普通話。高佩吉尼私信我去問，凡係所有想問呢啲4個人嘅東西，私信我直播間唔會講，我直播間不會說，唔
唔會回覆你任何信息，全部私信問呢啲信息啊，全部發俾你，我會將廠家俾到我嘅呢啲信息同埋好處都發埋俾你，仲安排我嘅小助手去聯繫你。11位號碼數字，這個記住咯喎，直播間嘅靚仔。哦，說了就是全白七。我不可以說普通話，明白？真係想聽你說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歌，有冇聽清楚先？明顯故意，怎麼有人不會說？間不可以輸，我也好想說啊！邊度人呢？係廣東人，廣東，這裡是廣東。知唔知道係廣東北迴歸線經過嘅地方？北迴歸線經過我呢一度。雖然聽不懂，還是裝得很懂一樣，你太辛苦你啦！你住我住宏浮市呢度係，記住咯，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吉利亞。聽得明不明白？我星期六發去貴陽，有冇貴陽的？惠州貴陽。星期六我去貴陽坐高鐵去，有沒有貴陽嘅朋友？地址水蛇腰咁長。我點關注先？點關注？點讚？聽不聽得明白？我喺廣東省宏浮市宏城區環市，廣州方向200米，吉利銀行宏浮吉盛4兒子店。你就聽清楚點關注，對，點關注嗱，直播間了解4個撚的東西，4個撚的東西。點頭像關注發信息，私信我，發信息俾我，然之後話俾主播，我安排助手聯繫你，將呢啲所有信息發俾你。
有5個好處俾到你，1、2、3、4、5個好處，我俾到你。留呢個俾我，留這個俾我，留俾我，留俾我，識唔識留俾我先？留這個俾我。主播唔好呃㗎，主播智商好高㗎，主播嘅智商係150，經過專業機構測試，主播嘅智商係150分，騙唔到主播，騙不了主播。講普通話唔可以，冇錯。留俾你，我用咩？我係叫你留這個號碼留俾我。多謝你嘅心心，多謝你嘅鮮花，多謝你嘅心心，多謝你嘅鮮花。喺崇城不似我。點不擋點關注，關注呢度點佢點關注，點點關注先，點點關注先。廣州話小心心都俾咗我啦，多謝你啦。點點關注先哦，識唔識點關注先？燈牌啊，一袋米抗幾？我可以一袋米抗7。那下銀河可以帶我去睇星星嗎？可以。嗱，我同你講，主播我最中意銀河，唔係呢啲喎，不是這些喎，係滿天繁星的銀河。這麼重，我這裏就是雲浮市，我這裏就是廣東省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4S 店。廣州地鐵發音標準還是我標準？梗係地鐵標準啦。今日仲未有結婚，今天仲未有結婚，你想點先？你想點先？客家話、廣州話陣，聽到像本地撈。什麼？佢說今晚請你食。冇講過。嗱，你送一台吉利銀河 E8 最高配俾主播，送一到，馬上可以追到，送一台吉利銀河 E8 最高配送俾我，馬上可以追到主。緊張，緊張。
那麼便宜不要。好但係你老公唔同意點算咧？我同佢做思想工作，我同我丈夫做思想工作，要求這麼低，這裡是抖音，貴也不要，送什麼才可以？100吉利銀河100送一台俾我，送一台俾我。海豹冇海豹，呢度冇海豹，冇海豹。進直播間。香港都係講這種語言，香港也是說我這種。想問呢啲私信我發信息俾我，點頭像私信主播，私信發信息俾主播，想了解呢啲信解嘅，全部私信問我，私信點頭像發信息俾我，後台發信息俾我，識唔識？武漢 EV， 武漢 EV， 呢度武漢 EV。香港唔說本地撈，我講的語言就是香港那邊的語言。直播間不可以說直播間上小風車，因為小風車冇上，所以不可以說非常抱歉，想了解不可以說國語。我100幾斤㗎，因為我1.71米身高，我係1.7米，加睇起身有1.76米、1.77米。我呢度係廣東雲浮嘅未出國，等下我直播完我個豬豬個直播間度企俾你睇，我睇你哋就知道我有幾高啦，知唔知道先？你哋就知道我有幾高。我係接受過9年義務教育，大學4年本科畢業，普通話1。阿里巴巴嘅外貿專員，同外國人口語交流係冇問題嘅，我唔可以講種語言，明不明白？只可以說一種，所以我說咗廣東話就不。雲浮就係賣石頭的吧？係冇錯，就係賣個石頭俾外國佬。嘴巴不要撇着，受不了一點。你可唔可以同你阿里巴巴客服做外貿嗰種客服，外貿
即係將石得嘅。你喺度做什麼？超級菠蘿頭問我你喺度做什麼？呢句英文我聽得明。What are you doing 啊嘛？唔係普陀話，係正宗廣州話。店喺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城四兒子店就喺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搜索吉利銀河就揾到我哋啦。係咪要過嚟先？嗱，你如果要過嚟嘅話咧，就係點個小黃車關注我。話俾我知，將你呢個號碼，將自己個號碼話俾我知下，將自己個號碼話俾我知，我安排我哋嘅專員去接待你，明嗎？明白？安排我哋嘅專員去接待你過嚟。哇！熱你哋學校唔教普通話的嗎？教，但係隔離係邊個啊？係係吉利銀河。嗱，未關注點我關注先，成31個人點關注，講到我聲沙添啦，關注。說話聲音大一點唔得啦，聲沙。什麼話？你自己識什麼話？聲沙講到真係點關注？點關注？四個撚嘅東西啊！如果你哋係廣東雲浮市，想了解呢個四個撚嘅東西，可以全部私信我點。我去問，我亦都安排小助手私信覆翻你。仲有呢個好處，仲有呢個好處俾到你，係俾到你，將你知識唔識？將呢個號碼，這個號碼話俾主播知下，話俾主播知。同你講解呢啲信息，四個撚嘅信息下，同你講。竟然問什麼？我講得咁辛苦，你喺度問？睇下你手機背面，你呢個粵語是郊區吧？說慢點聽不懂，不標準粵語，為啥不說普通話？普通話我講咗粵語就不可以再說普通話，只可以說一種語言，不可以粵語的。
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冇咁易，我智商150個喎，我智商同愛因斯坦係差唔多嘅，都係150。經過專業嘅機構，聽不懂算啦，聽不懂就算啦。冇翻譯。嗱，我教你哋講廣東話，講主播好靚，主播好靚，主播好靚。只能聽得到1/4，主播好攰。主播唔係越南人，係中國人，中國。仲有你哋號碼俾我，留這個號碼俾主播，我安排我的助手聯繫你。過嚟睇，對，講得啱，講得對，留這個俾我，這個留俾我，留俾我，留俾我。好攰啊！主播直播得好攰，因為溝通好困難，溝通上非常。主播粵語都變成小結巴，不是日本。什麼大大的良民？係中國人，主播係中國。中國人，中國人。嗱，講多次，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中國是多少年成立的？中國有5000年文化。鳥語係廣東話，這裏是廣東話，係廣東。你說話好費勁，哪裏人？廣東啊，中國廣東省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吉利銀行雲浮吉盛 4S 店就喺我呢一度。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先，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中國廣東省，對，中國廣東省粵語都唔正，我粵語係非常之正噶。廣東雲浮係冇錯，廣東雲浮啊，這個粵語不像廣州那啊，我講嘅就係廣州粵語，我睇嘅電視就係香港電視，我說的話就是廣州雲。啊，對，大家讚美一下主播先。
大白天出現幻覺，係往廣州200米，廣州方向200米，唔好記錯。調整下心情先，笑死我，笑死我！我係廣州係唔係係廣東雲浮，係廣東雲浮。對，主播好叻，200米，米1米2米的米。直播間你哋想了解我身後面4個冷嘅東西，全部私信我問，私信發信息問可不可以，全部私信問。私信發信息俾我去問，我安排我嘅直屬手聯繫你，可唔可以？留這個號碼俾我，俾到你嘅咁多好處俾到你，只需你留呢個號碼俾主播就得啦，可唔可以？得啦，留個號碼就得啦，醒目下，留號碼冇錯，留號碼就得啦。洋人，主播係廣東人，廣東中國廣東人，主播係廣東人，唔係其他人，係中國人，記住。廣東靚仔嚟到直播間，我係廣東靚女，我係廣會講普通話嗎？會，主播普通話證書1級係有證。主播係廣東人，中國人，我就是中國人，我是大大的中國人。主播就係中國人，唔好再講我係其他國家㗎，我係中國。普通話證書，對，我有證書，普通話1級證書。呢把我學校嘅，你是大大的中國人，對，我是中國人。新加坡唔係，證書發給你發，國家給我發嘅證書係我自己考翻嚟嘅呢個證書，普通。先點關注先，點關注下想睇呢啲東西嘅可以私信問我，想睇呢啲東西嘅全部私信發短信。想睇呢個4個撚嘅東西，全部私信問我就可以啦。識唔識私信先？全部私信問。而家4個撚嘅東西啊，主播將廠家嘅呢啲信息，我會發俾你，仲安排我嘅小助手去聯繫你。普通就是娘娘腔，廣西話我唔會講。廣西嘅老表嗰啲話我唔識講啊。
主播多少錢取翻嚟？好貴。擔多少彩禮才能娶回家做媳婦？就可以啦，一台吉利銀河 E8送俾主播。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可以點關注先？呢度係雲浮邊度？你問雲浮邊度？雲浮有咁靚靚咧？對，冇錯，我哋呢度就係雲浮市雲城區環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吉利銀河雲浮吉。主播啥時候打電話俾你？好快好快，只要你留呢個俾我，我就好快安排我嘅助手去聯繫你，識唔識先？老闆唔捨得開空調啊，開咗空調啊，但係我主播咁激動，咁熱情，好熱噶。安排人去聯繫你，仲有講多次，主播係中國人，唔係日本人，唔係日本人。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嘅點？呢啲邊款合適？我唔知，但係你可以私信問我，我唔可以喺直播間。先生點關注發信息俾我，私信問留呢個號碼俾我，留這個號碼俾主播。你講，我安排專人同你講發信私信我就得啦。凡係想了解睇公平，只賣廣東人，唔係你係北京都可以，我就可以啦。邊度安排？邊個講？我冇講過，我冇講。冇鹽焗雞啊！呢度冇鹽。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關注先？可以先點我關注先。呢度係邊度呢？呢度讓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的吉利銀河雲浮吉城4兒子店，有興趣對呢啲遊戲，我安排人去聯繫你，同你講，我不可以在直播間說，晚上直播一下，你當催眠曲。晚上我點樣關注你唔識？點頭像上面點關注，頭像上面點個關注，關注主播就係關注靚女，關注主播就係關注靚女，冇錯。私人號嘅吓，冇私人號。
嗱，嚟到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點關注先，可以點點關注，點關主播榜一係私人號，係你關注關注先嚇。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點關注先。如果想睇呢4個人嘅信息，全部私信問我，私信留呢個號。呢度冇雞啊！點個讚，識唔識點讚？點讚點讚！推薦我的直播間出去，可不可以？睇公平，睇公平，睇公平。區域嘅大家要讚美一下主播先，讚美讚美，識唔識讚美？讚美一下主播，主播好靚今日。今日好中意主播，講多啲這些語言俾主播知，可唔可以？快誇主播，你嘴真乖，誇得誇一誇主播下，誇主播靚，誇主播好睇，誇主播身材好，下誇主播聲音，誇主播清晨。銀河蓋什麼意思？這是什麼意思？道咩講咩主播？你究竟講咩？寧波未暴露咩啊？咩塵埃啊？唔識讀，快啲讚美下主播先，讚美先。直播間你哋未關注我，可以點點關注先，識唔識點關注？點關注，點頭像嗰度去關注，識唔識點關注先？點俾你咁多嘅好處。去到30個人，我點解現在得返13個？係咪你哋偷懶冇關注冇點讚唔同我講嘢？未關注嘅點關注先，未關。
不如說你我哋嘅朋友聽不懂，因為直播間不可以說同時直播，抖音不支持兩種語言同時直播，所以主播只可以說一種語言，但不可以再說普通話。知不知道？知不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先點個關注先，先點點關注先，先點點關注先。好球！終於又上翻21啦，大家同我點讚點關注。好靚，讚美主播身材好，讚美主播聲音好甜美，讚美主播好溫柔。講風扇吹空調，的確係熱喺呢度。我說話好聽，對，冇錯，讚美一下我。難道你哋個個都唔識得讚美主播嗎？美主播嗎？老師同你哋講，遇見美好嘅事物要去用心靈去。一味偏弱驚鴻，婉約又輕鬆，一味閉如，一味飄規約。唔知一味皎若太陽星，什麼意思？文言文都唔係。這是哪裏冇一句實話？呢度係吉利銀行運浮吉運浮市市花咁緊要？冇錯，我就係運浮市嘅市花。以前喺學校就係點關注先，點關注先，點關注先，幫你充64877。我點翻你讚，你幫我充啦，可唔可以？冇學過冇，聽過冇學過，聽過冇學過。大家好，後面我都唔敢讀出嚟咯。嗱，嚟到直播間未關注我，可以點個關注先，點關注先。翻譯一下，就是你呢一個小寶貝話，係運浮極之係運浮。直播間度好難揾到噶啦。嗱，你唔信你搜索運浮直通都係我係一支，我係一支。嗱，唔好問阿姨，唔好講阿姨，叫我靚女，叫小姐姐，識唔識小姐？說普通話得你倒數一隻，唔係，我係整個運浮市嘅顏值主播代表，我係運浮嘅一姐，係運浮嘅一姐喺直播。
直播間度有我咁好睇嘅主播喺度，自己去揾。唔好問我阿姨叫小姐姐，我呢度係吉利銀河雲浮吉盛嘅市東路牧羊加油站往廣州方向200米嘅吉利銀河雲浮吉盛四葉子店。如果你想了解我哋呢啲信息，想了解呢4個人信息咧，你可以私信問我嚇，點個私信先？私信識唔識？點關注？這個號碼俾主播，識唔識？留這個號碼俾主播，留咗我會安排我嘅助手去聯繫你，仲會將呢啲信息、廠家嘅信息發俾你啊，廠家呢啲信息發俾你，仲有咁多好多歌。直播間點解得翻13個人？同我講點解得翻13個人先？我場非常頂級啊，老闆未關注我嘅可以點個關注先，可以點關注先，關注我，關注我，關注主播先。要揀呢個東西嘅先，有嘅話你私信問我，私信問主播。主播雖然長得一般錯，主播係長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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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好睇。你一個估下，你估下我個人賬號喺邊？睇主播咁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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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點個關注先？關注主播，識唔識？有冇未關注我噶？有冇仲未關注我噶？我唔係你女朋友啊！呢度想讓我搣我塊面，唔可以搣噶。主播咁靚女，這時歡迎哥嚟直播間，嚟到直播間嘅點關注先。如果你想了解呢度4個人嘅東西，想了解呢啲4個人東西嘅話，私信發信息俾我，但係留咗號碼俾主播嘅都有你好處，相信我冇錯，相信主播。好啦，嗱，你哋唔出聲嘅話，主播我落播。我發令紋好美，唔得，講啲咁嘅話係唔得噶。係咪先都唔知幾靚，幾靚女，重喎。
人生地不熟，先詢問我，先詢問我。人生地不熟，你先詢問我，我不可以在直播間答你這些東西。詢問我，你要是說普通話更加漂亮啦，係咪先？阿姐，你要不要緊取翻嚟嘛？直播間嘅人，你哋都好靚仔，好靚仔，講得好似直播間嘅人未關注嘅點關注先。我唔識講啦，唔識講啦。你仲要喺度誇我微笑嘛？你仲喺度誇咩？你承認你好靚仔，對我都承認你靚仔。好啦，嗱，直播主播唔想，主播要翻去啦，唔想播啦。我依家想落播，我要過豬豬嗰度播，我要過吉穗嗰邊企企。唔喺度播啦，我要去個第二個號播，係咁先。